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就伫咩方做事，下个时节就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要小鸡强苗，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去个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来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哇，讲个法哦！大家做，我今日来老大家小鸡迄两片的德协国小，还有看下下杯长治久安，你都六队嘅头前一队，哦前队迄从事老领导嘅地方，哦，我今日要用无强用嘅方式来老大家小鸡讲，你从事了嘅素材，好，Go。大家看到法嘞，报告，来，老太家小鸡一下，你啊大到龟脑啊，哦，你到南部就会用南西烟来讲，你啊很多沙古啦，你啊日本冬天大个时间嘛，春天啊，你唔是出国，你都从事来就好了。你很多泰国樱花啦，上面很多法体木花旗参的花旗，啊，毛尾头。大家看哦，要输按用龟脑的时间。那有密集恐惧症哦，要注意啊。耶，我的亲阿姑，人家讲。七工人要照顾七工人，记卖挑不法的，记去东港当有点，但迄记你还记七家某下，我就看记你还有挑不法好什么？阿姑啊，有人吗？哦，可能去无限，在那边抽电哈。哎呦，你啊可能就会挑不法哦。有呢，等下看阿姑有碗冇？丢2碗来说，我是变的，你行嘢啦哈。哦，我睇下小記一下，阿姑夾把手已經去做挑夫法的啦，到你下82年嘞，阿姑。哎，滿人啊！阿姑。哎，哦，今天哪有韓國來呢？阿舅冇看到。哦。向坐，冇先唔好坐，先拿2碗挑夫法来说。好嘛，好，你要碗调好了哈。哦，我是挑夫法。变的嘛？cái小的呢？变的，小的南嘅变的桶，安尼个唔會真小，做電咯哈。油就好，你根本有做哈，根本有。都好有做。有人預約張油哦。有人預約。平常是東港嗰片張油店面，那邊係七家房啊。6日，啊嗰片預約就做電視，啊都好見就有人預約。夾嚟說，最早嘞。都買那種泡嘅那種片。安尼泡嘅看呢個好適合共用啊，啊一層一層好像千百遍這樣。啊。哦，你糖水咩唔自家做的嘛？哎，自家做的，我來炒過。順夢嘅。啊，你自家冇調啥飯來食？唔是，我看伊試就好誒。哦。看伊試。你冇客氣哦。啊。等下當大嘴骨了哦。很懷念的滋味哦。好吃。阿姑家做的豆腐飯吼，特色係加糖水先用炒鍋的，炒鍋將來滾，再來加主角豆腐飯，伊係用經過6點鐘嘅豆啊，將來做100%全部都是豆做的，比例是100%，一定要100%，新的豆腐法、古早味豆腐法要按嚟較好食。冇加其他的東西啦。古時食得較安心，從夾把手愛用做咧，古時佢會接下來
嘛要继续按用做。那设计是一个好按用色，我喜欢漱口。会有很重的豆味，很香哎。当叫冇吃到的啦。大家吃到个东奇怪嘛？刚去好多摆，要总会去市场茶，因为因六堆葱汁裂片，有一个规百个同好的市场茶摊，你看当啵？过土山坡去下坡，哦，因为我无去用个方式，来留用小鸡，因为六堆有嘛该好搞的。看看该种那缝的，一串一串的红梨，不是红梨哦，红梨。当归了，唔伫个梦缅发的火焰树，那边动熊枪呢？看看，那边动枪，线上征答，答对的人去搞落摘了红梨。看看该几串呢？那个有吗？懂讲哈，我觉得是木棉花。它墙壁有画图了，砰！裂痕，还有人在那边偷画。哎，他有看那书，假的书，好像假的哦，那真给他假呀！哇！在墙壁下面画不一样的图，自拍。海报，企鹅，企鹅很多企鹅。地上睇架，出門在外，茶乾愛戴。哦。追早。天使行烟哦，要注意补充水分。大家知道我脚踏车哪里来的吗？大家唔记得吼，来种干丝呢。西海米咖加一台市场茶，天天那有马盖，没加钱。哇，都市羊还会是猪的。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呀，起茶起很久，总算请到一间面店了，咱唔记去还开嘛？哎，酸面50钱呢。哎呦，来看一下，按 special 嘅服务哦。条哥，哎，条哥，哎，还有冇？还有呢冇？按煮啷轮哦？了本来，两块。都市窑。哦。本来水碗嘛。啊，台湾来洗碗的啊？吹台湾呢？台湾的啊？嘿，俺们看面。哦，什么看面啊？嘿，走，50钱了哈。 50钱。好。哎，暗用面。哦，用面咩？哎，吹台湾的。好了，那边店哦。哦，好，开始忙啊。忙。刚好来煮哈，好。OK。要锅煮还忙人，哈好。好。油好，色又好，酸面，贴片咯。要从资料地方用按神奇咯。啊，讲奇怪，要用危险。讲个酸面，那面金城武，有啲好呀快吼，拭目以待。
来，两边来，哎抢油哈，抢油，抢油，抢油，抢呛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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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，吃饱嘛？忙你，忙啊，哎，穷下色啦，好嘛？人他先食，人他吃饱嘛，你能食，人他吃纯的你能食，哇，好，有没有按台版哦？多少钱50块， 50块天啊，哎，好幸福的感觉哦。按多按妙哦，按这样50块哦。哎呀，懂我说的？哎，懂谁啊？懂谁？你有练过哦？呀，缅甸用的有含有酸面的哦。你们俺在搞名哩，俺搞研究所人，今个还在搞书，斜杠中年，斜杠中年，他们的对啊，又酸面又搞熟，又搞书，又做面店，俺中莲母，暗中莲雾，哎，哦，我先吃没有泡过汤的按钮，哇，哎，入口即化，因为我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弄断了。对对对对。你为什么开面店？我30几岁我能卖面的呀，在高雄卖，后来就是做其他行业。还有走马街铁路，我高雄还有一家素食餐馆，东无汉呢。对，阿爸妹俩迄牙肉包，那个萝卜，人家祖先留下来的啊，人可能很香气啊，不讲，瘦瘦白白啊。主公也有钱嘅，俺妹妹宽面香啊。能那么个名？然后金城武。人家个名啊，同观音、马祖婆也都咧，应該都有緣分。也都馬祖婆也觀音係安尼啦，嚇啊！哎，唔啱寬，俺叫細要結婚。最少要30歲以上。啊哦，30歲，啊咩行做得啦？人家26，哎我加4年。哦，哎，你同蛋你做得本來。做得啦，來做經驗。好，那在客廳哈，吊旁落去辟邪。你看粉紅色的辟邪。對，那個暗藥鬼有孫啊，那個不是啦，唔會發生啦。好啊好啊，最早哦，最早有嘛該好練的嘛。啊，搶食茶喎。好啊，但冇啲。咱地下我咧多，我咧填下茶本下。哦，水夢魚。嗯，那嘛該炒。團館那些哪裡？金線蓮。哦，沒有那麼好啦。沒有那麼。我的行業可以做什麼茶？剛才的。徐英宗。不是我的炒茶，新炒茶，英國的英。這是蓮霧。你那有工作，你那有工作蓮霧。我剛才我有種蓮霧啊。啊，你有種蓮霧啊？我有種蓮霧啊。住棍水還有做。哎，沒有，我們採那個花，蓮霧花，蓮霧花就有香氣的，哎，你有聽賣嘛？冇得賣。冇得賣，藝生識得到。哎，人客來，後邊要送給人食。哦，根本不用招太暗多。行一擺，你多觀音，頭用嘅觀音去保顏命。哦，觀音金城武，一天不有人招呼你。感謝啦。冇，你就這個嚟請來啦。好了好了，來都請你吃飯，幫來做東。就好，感謝。好嘛，是夢見是夢見。好，沒了哈。好，我叫做師妹，杜思瑤。